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12月15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26篇，哈巴谷书第3章第2节到第6节，腓立比书第3章12节到16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改变心意。福音的目的就是要改变人心，先知之言也是为了要使人心回转向上帝，所以使人被改变是福音最重要的工作。耶稣基督是光，他的出现就是要为了驱逐黑暗，使那些在黑暗中的人得以见到光，所带来的就是生命的改变。就如同创世纪的记载所描述上帝的创造一样，他以他的灵，以他的话就带来了创造，创造就是改变的力量。先知哈巴谷在哈巴谷书第3章13节到19节的经文这样说道：你出去拯救你的子民，拯救你选立的君王，你击倒邪恶的人的首领，彻底消灭他的部属。当他的军队像暴风雨驱散我们，像暗地里欺压穷人的恶霸窥视我们，你的剑刺穿了他的将领，你乘马践踏海洋，大水就翻滚，我一听见就颤抖，我的嘴唇因害怕发颤，我四肢无力，我的步伐摇晃，我要安静等候那时刻的来临。我的嘴因为害怕而发颤，我四肢无力，我的步伐摇晃，我要安静等候那时刻的来临。那时上帝要惩罚攻击我们的人，即使无花果树不结果子，葡萄树也没有葡萄，即使橄榄树不结橄榄，田地不产五谷，即使羊群死光，牛棚里没有牛，我仍然要因上主欢喜，因上帝我的救主而快乐。至高的上主赐给我力量，他使我像母鹿一样的脚步稳健，他使我在高山上安稳的行走。我们看到人心要因为上主而欢喜，改变心里以前那种困苦、无力、忧伤的心境，就成为了喜乐的心，并且稳健的人生，因为从心里就被改变了。昨天晚上在灵性成长班当中，牧师以路加福音第19章第1节到第10节的经文来分享，讲到了撒该的改变这样的故事。我们看到当耶稣基督进入他的家，他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之后，他的心就全然的改变了。虽然他曾经是犹太人心目当中的罪人，也曾经利用职务来讹诈人，也因而致富，但是当他遇见主之后，
他就从心里就被改变了，生命也全然的改变，一反他过去的生命作为，他反而乐意为主而爱人而奉献他所有的一半来周济穷人。上帝的救恩就是要改那一些最终却愿意为主而改变的人，如同撒该，如同保罗。在今天的新约经文马太福音21章28节到32节当中呢，提到有一个人有2个儿子，一个儿子呢原先态度不好，他拒绝了父亲的呼召，这个父亲意表的就是上帝。后来他改变了心意，就去执行了父亲的吩咐。另外一个是唯唯诺诺，事实上却是完全没有行动能力，光说不练。2个儿子的比喻，圣经就记载，耶稣又说，另外有一个比喻，我想知道你们的看法。某人有2个儿子，他对老大说，孩子，你今天去葡萄园去工作吧。他回答，我不去。但是后来他改变了主意，就去了。父亲对老二说同样的话，老二回答，好的，爸爸，我就去。可是他并没有去。这2个儿子究竟哪一个遵照了父亲的意思呢？他们说那个大儿子。耶稣说，我郑重地告诉你们，税棍和娼妓要比你们先成为上帝国的子民。因为施洗约翰来了，他指示你们应当走的正路，你们不信他。可是税棍和娼妓倒信了他。你们看见了，仍然没有改变心意，还是不信他。哪一个是忠心的仆人，就显而易见了。我们想，若是这个大儿子啊，他一开始就愿意听父亲的旨意，那就更完美了。但是在这个比喻，主耶稣的比喻就是要告诉我们，错误并不至于死，而是那一些拒绝救恩的人。人心的改变是基督信仰的重点，所谓的心意更新而变化。在保罗写给罗马教会的书信当中写道，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既然上帝这样怜恤我们，我劝你们要把自己当作活活的祭物来献给上帝，专心的侍奉他，蒙他的喜悦。这就是你们应该献上的真实敬拜。不要被这世界同化，要让上帝来改变你们，更新你们的心思意念，好明察什么是他的旨意，知道什么是良善、完全、可蒙悦纳的。凭着上帝给我们的恩惠，我要对你们各位说，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，倒要谦恭自守，个人按照上帝所赐给他的信心来衡量自己。罗马书12章第1节到第3节。所以基督徒需要时刻在心思意念上被更新，这样我们才能够明白什么是上帝的旨意。
知道什么是上帝良善完全的心意，并蒙主喜悦。诗篇126篇，祈求上主的帮助。上主带我们返回锡安的时候，我们像是做了一场梦。我们欢笑，我们快乐歌唱。别的国家就议论说，上主为他们成就了大事。上主为我们成就了大事，我们多快乐啊！上主啊，求你把我们带回故土，像鱼把水带回干枯的河道。愿含泪撒种的人都欢呼收割，带着种子流泪出去的人，要抱着禾捆欢乐地回来。恳求上帝帮助我们，愿意让我们自己心意被更新，来追求上帝真实的真道，愿意被改变，从心里被改变，来顺服上帝，蒙主喜悦，并且专心追求上帝属天的奖赏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